今日同大家講嘅題目咧叫做畸形社會 The K-shaped Economy。咁畸形社會咧係指喺經歷經濟嘅動盪之後咧，社會入邊唔同嘅群體、產業或者係階層呈現出極端分化嘅發展趨勢。咁就好似英文字母 K 嘅兩條分叉線咁咧，一部分向上增長，而另一部分咧係持續下滑嘅。喺畸形社會入邊咧，貧富嘅差距咧唔再係漸進式嘅，而係一種呈現結構性嘅斷裂。咁向上發展嘅上端咧叫做 upper arm， 而向下發展嘅下端咧叫做 lower arm。咁當社會走向畸形化嘅時候咧，係會引發一系列嘅深層次嘅社會問題嘅，其中係包括中產階級嘅消失、社會流動性咧嘅停滯，同埋咧係社會動盪嘅。咁點樣應對呢一個畸形社會咧？就個人而言咧，係應該投資於不可替代性嘅技能，學習理財同埋資產配置，同埋咧係保持對科技趨勢嘅敏感度，因為而家嘅社會咧可能正在進行緊一種咧叫做科技性創新嘅社會工業革命當中㗎。人貴自由啊！我哋有權去選擇自身嘅命運。你可以選擇社會上嘅上端啦，抑或係做社會嘅下端嘅。但有一點咧，我哋必須時刻提醒自己嘅係咧，呢個社會會有某啲嘢咧，佢哋係基於可能係某種利益咧，係會俾你喺度壓制你。咁俾你咧係永遠咧係處於下端，而你自己咧而不自覺嘅。咁例如吸煙啦，你所損失嘅咧唔單止咧係你嘅金錢，仲咧有一樣嘢咧係你人生當中一樣好巨大嘅財富。呢一樣財富咧就叫做健康啦。生命咧一向都係咁寶貴嘅。咁你諗下，你係咪會選擇充耳不聞呢？都係嗰一句啦。喺人面對呢個畸形社會嘅時候咧，你係有權作出任何反應嘅，包括咧係充耳不聞，同埋咧你係會覺得呢一樣嘢咧係其實不存在嘅。多謝。